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市长的选战。蒋万安的庆口是对准着陈时中，讲陈时中当时咧做防疫指挥官的时阵，买 BNT 疫苗的计效比郭台铭贵1亿外。啊，这个疫苗采购的专案，互卫福部认定是物件，讲都要等30年才会当来解密。蒋万安痛骂，讲这就是误想。啊，陈时中是来解说讲，这是保存哦，唔是无爱公开哦。啊，伊讲这个采买过程嘛是公开透明。啊，那新任的指挥官王必胜今仔日嘛随来公布，讲这个疫苗哦，每一剂平均采买的计效是765块。接这个查某囡仔所送的花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真骨力走基站，强庙走透透，是讲这位中心疫苗采购卫福部所购买金额比郭台铭买 BNT 贵1亿外，引起讨论。我想每一种都有它一定的价差，根据你购买的一个规模跟你的一个品项的分配各有不同，所以当然就是会有一个价差。疫苗的采买专案被卫福部认定是物件，要等30年才会当解密。陈时中讲，这是保存30年，并不是袂使公开。强调讲伊的态度拢是公开透明，这个讲法对手无接受。保密说是保存，包括疫苗的价格、到货期程、数量等等，完全规避立法院的监督。除了疫苗采买案果引起关心，陈时中竞选总部嘛公布政治现金的专户，支持者会使透过捐款为陈时中助选，无限金额就会使得到3种限定的翠暗。选前进入最后96天，参选人每一步拢爱打个正在，免得失角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